厝。搬厝？无啊，啊，当是你厝主，还是我厝主？是。都是嘛哎，恁这个人这趣味的呢，叫我搬厝，为什么？今仔无论如何，你一定来搬厝。哎，对，好，阿某，莫激动。啊，这代志要讲进前啊，咱都要好好瞧，只要用广播剧的方式去瞧。瞧，你会知影哦。拄拄时间是点伫咧昨暗的时分啊，有3个英俊潇洒的少年家，雄雄紧张一个做囡仔，行到一个公园的所在。这个时阵风微微，雨门啊颯颯，敢若只有听到这3个人喘气的声音。但是伫这个紧张的时阵，佫插出咗一个呼的声音，雄雄跳出咗4个彪形的大汉。哎呀，愈来愈紧张，愈来愈紧张。这4个大汉一个跳出来了，本来阮3个想要大开杀戒，将伊抬到我的密密麻麻，结果恐怖咧，剧情互人料想袂到，变到阮3个去互迄4个大汉拍甲弹倒在外。对，迄4个表现在哪？你找来对无？会奇怪呢，咱讲到遮精彩，咱拢无人拍破啊！啊，讲当然甲咱吐槽，无要通进去。啊，恁也无调查互伊清楚啊！安尼4个普龙讲的亲门大户来到地大细声，安尼，恁这是生什么体统？我是安尼讲嘛，啊，昨规暝我拢甲阿娇斗阵啦，对无？阮也无去拄着歹人，啊，恁去互歹人拍，讲阮阿娇什么地带，互人拍到黑钱结伙，跟有什么关系？好啊，拢免甲伊烧钱啦。喂，恁这个人啊，我甲恁讲哦，我无叫人去恁泡，啊，但是你互泡嘛是应该啦。哎呦，讲咱去互拍是应该的啦。是啊，我问你呢，你想要跟踪我？你有啥物企图？我甲你讲哦，这个是互拍尔尔，后摆啊，你若是搁甲跟踪，我就叫人甲你做掉。哈！哇，救人哦！好，心肝才是龙倒啦，咱互拍是应该，搁要叫人甲咱做掉。非得我安尼讲啦，我非得咯，无叫人去甲伊拍，啊，要相信唔相信是在恁啦。哎，好啦，不管讲有相信唔相信啦，回地来你今日一定哦爱陪我医药费啦，对。敢若医药费无够，敢若凭我刣猪仔多，我每工伫菜市啊刣3只猪呢，我3只猪听我趁偌济利润，你知唔知？你爱陪我失顺3只猪的利润，煞是想做爱搁负责这几工我袂当卖猪肉饲阮某的钱，就搁做安家费。哦，讲规半工哈，原来就是要来卡油，这叫做敲诈，这凡凡呢？伊哦，倒酒桶，你翁仔某定你冤家啊，无一定你是互恁300几啊家己拍的。哦，无赖阮阿娇，拢够袂见笑你。你讲你啥物话啊？好啦，拜托好无？恁这个人莫遐吵好无？我甲恁讲啦，钱无问题啦，但是我甲恁讲啦，我无叫人去恁拍啦。钱哦，这钱的问题吼，我来瞧就好。好。无你拍什么赔阮偌济啊？无偌济啊，一个人1万啦。好。哦，迄个做囡仔佫大方哦，条件啊一看啊，佫一人发1万，拢总3万块了呢。什么大方？当上班查某呢，才3万块尔，凊彩8个嘛有啊。你看迄上班查某，我咧看伊的气质甲基形状无啥像，关系人因兜好野人咧。什么叫好野人？迄拢假性的啦，拢咧人的面头前吼，你假俗女啊！你想看卖？我较早这部我拢嘛用过对无？过去我嘛是什么？好啊啦，莫再提啊啦！你嫁我做某啊，你莫搁多用较早的代志啊啦！小查某是小查某。阿某，咱讲讲实的，今仔日吼我去用木安尼吼，啊1万块你上次嘛分我5000。5000？啊，你意思讲分你一半咩？对。你免想啦，那500得去啊？我去用木安尼才分500尔。今日我甲你欠。人准讲猪肉吼嘛唔拿这个计数，我去1万块才分500块尔。要认你？无一天就50万你哦。喂，我昨暗就讲买啊。对，小汤，小汤，我想了一层哦，赚大钱的好办法。你用什么办法通我赚大钱？我跟你讲，今日开始呢，咱逐工哦都来跟踪迄只好拍母。快我去互拍无，赚钱才会紧啦。对，阮大哥了你个看嘛，一工就赚2万安尼，我可拢无去互某半个，我就赚1万啊。你甲算算了，阮两个来去走别人啊死嘛，上加赚2、3千，会好啦。好啊，看到钱吼，你目睭就顶到遐大蕊啦。你若敢若想着我歹主意啦，人做一摆戆人吼，袂做第二摆歹啊啦。对，那阮某讲这句话都有道理啊。咱就常常来红木，尤其是我去红木，我安尼头面整1万块参看甲懵都拢无着，我才分500尔。迄阵讲股票嘛无落要紧。你讲啊？我拢无讲，我拢
你搁笑，我跟你讲哦，阮两个拢去用某有着哦，敢若你用某无着尔，你爱好好请一趟。无问题，阮都爱请。你出钱，钱交互我来办。哦，至少啊。阿娇啊！啊，我甲你讲，你都无爱信，你伤好骗啊！讲甲迄四个扑龙讲的吼，安尼食甲吐喙齿哦，食甲爽歪歪，摕你的钱伫遐咧好烧酒啦。欢喜就好啊啦，规定吼了钱消灾嘛，啊，大家人无记就好啊。哎哟，阿娇，3万块呢，我坐大概坐几暝呢，坐甲尻川偌大个。毋是讲我讲你啦，无永远咧少年啦，定来上班，钱的吼，我足多对无？啊，咱好朋友后摆你若欠用钱，你甲我讲，莫搁再上班啊啦。啊，我嘛是安尼甲讲过啊，啊，伊都讲袂听，伊都讲安尼吼，惯势啊啦，若无去会艰苦你咧，搁上一站嘛才拍算啦。无做过关。对啊，这摊哦，甲连一个回足。送诶，啊，安尼拍了有赞无？甲我共赛事的啊吼。就当诶。拍了有赞，你拍到我哪了？你。